夜晚去超市執平嘢，你係咪都試過買到翻車？今日就等我呢個超市老同鄉同你揭開呢3個最易踩雷嘅特價陷阱啦。相信好多香港人好似我一樣，每逢夜晚7、8點之後，或者去到更遲嘅9點、10點，做完嘢放工行過屋企附近嘅大超市，都好鍾意入去行個圈。原因無他嘅，咪就係想等嗰啲印住特價、減價或者清倉嘅紅色、黃色貼紙出畫。見到平時賣幾十蚊嘅嘢，忽然間打個6折甚至半價，真心覺得好似揀到寶咁，覺得自己今晚又精明咗，成功喺超市身上學走少少油水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超市寧願打折打到爛，都要喺嗰個時間急急腳賣走呢啲嘢？我之前認識咗一個喺大型超市肉台同熟食部做咗好多年嘅老友，佢私底下同我講咗唔少內幕。佢話有幾樣嘢，即使個價錢平到去10蚊、20蚊，或者打折打到你唔相信，佢自己同屋企人係絕對唔會喺夜晚特價時段買嘅，因為背後嘅風險同衛生問題真係伏到你想象唔到。第一樣最唔好亂買嘅，亦都係最多人夜晚買返去出事嘅，就係嗰啲預先包裝好或者夜晚減價嘅免治肉，無論係免治豬肉定係免治牛肉。好多人諗住夜晚買盒免治肉返屋企，加啲蔥花、椒絲醃一醃，第二朝蒸肉餅或者炒個飯，又平又方便。但我嗰個超市老友同我講，免治肉本身就係整間超市肉台最神秘，亦都最容易藏污納垢嘅地方。你想下，超市賣嘅切件豬扒、牛扒，剩低嗰啲邊角料、肥膏或者賣相唔係咁靚嘅肉，最後會去咗邊？咪就係通通扔落部絞肉機度攪碎佢。咁樣做本身無可厚非，但問題係喺一整天嘅營運過程入面，部絞肉機由朝早8點一直運作到夜晚9點、10點，中間切過幾多不同來源嘅肉。如果有肉塊喺室溫擺得太耐，開始滋生細菌，一攪落去，細菌就即時均勻咁混合喺成盒免治肉入面。再加上免治肉嘅接觸，空氣面積比普通肉塊大成100倍以上，氧化同變質嘅速度係幾倍咁飛升。去到夜晚特價嘅時候，盒免治肉可能喺冷櫃擺咗成日，甚至係前一日未賣晒，重新貼標籤嘅隔夜肉。你買返屋企，表面睇落好似仲係微紅，但其實入面可能已經發出陣陣怪味，甚至細菌量已經超標。如果你真係要食免治肉，老友話最好係朝早去揀塊新鮮嘅肉，叫師傅即場幫你攪，或者自己買整塊肉返屋企用刀剁，千祈唔好貪個10蚊8蚊嘅便宜。喺夜晚去揀嗰啲特價包裝免治肉，如果唔係，分分鐘食到腸胃炎，睇醫生都不止嗰度錢。第二樣，夜市特價千萬，唔好亂買嘅就係嗰啲盒裝嘅切件、生果或者水果拼盤。每次去到夜晚，水果區嗰啲切好咗嘅哈密瓜、西瓜、芒果、菠蘿，通常都會貼上特價標籤，可能20蚊有2盒，吸引好多上班族買返屋企當夜宵或者餐後水果。但呢啲切件生果，往往係整間超市最危險嘅細菌溫床。老友透露，超市切件生果嘅原料好多時根本就係嗰啲表面已經開始腐爛、撞凹咗或者賣相太差冇人買嘅完整水果。超市職員會將壞咗嘅部分切走，剩返睇落仲好地地嘅部分切成小塊，裝盒封膜賣。你以為佢幫你切走，壞嘅部分就安全？錯啦！生果一旦腐爛，水果入面嘅汁液同真菌毒素，例如剪青霉素，其實早已滲透到肉眼睇唔到嘅正常果肉入面。而且切生果嘅砧板、刀具，如果喺過程中冇嚴格消毒，或者職員戴住嘅手套摸過其他嘢，啲細菌就會直接污染水果。更加致命嘅係，呢啲切件生果喺夜晚減價區擺放咗幾個鐘，保鮮膜入面會形成水汽，溫度一旦有少少波動，李斯特菌同大腸桿菌就會以幾何級數爆發。李斯特菌呢種細菌好頑強，即使喺超市冷藏櫃嘅4度低溫入面都可以繼續繁殖。人食咗輕則拉肚子，重則發高燒，甚至敗血症。你買個整棵未切嘅平價水果返屋企，自己洗自己切，過程最多用你5分鐘時間，但安全性同新鮮度係高出幾十倍。所以夜晚見到切件生果幾咁抵買都好，記住忍一忍手，千祈唔好拿自己個胃嚟賭。第3樣要極度小心嘅就係熟食櫃位嗰啲熟食拼盤、炸物同埋熟食海鮮。香港好多大型超市都有熟食部，賣燒味、油雞、炸雞翅、炸豬扒或者嗰啲豉油黃炒麵同冷盤海鮮。去到夜晚8點半之後，熟食部往往係人頭湧湧，因為職員會開始清貨，打折打得最勁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呢啲熟食喺室溫或者半溫不熱嘅保溫燈下面已經擺咗幾多個鐘？
老友同我講，熟食保溫箱嘅溫度如果達唔到60度以上，或者冷盤達唔到4度以下，呢個5度至60度之間嘅溫度範圍喺食物安全學上面叫做危險溫度帶。熟食擺喺呢個溫度帶超過2個鐘，細菌就會幾倍咁增長。特別係炸物，外層嘅粉漿吸滿咗油，放耐咗唔單止會變軟變油膩，啲油喺空氣中暴露過久，仲會氧化變質，產生一股油耗味，食落肚對身體極之有害。至於你些熟食海鮮，例如特價嘅熟蝦、熟大閘蟹或者冷盤螺肉，蛋白質變質嘅速度快得驚人。夜晚特價嘅海鮮好多時口感已經變綿變霉，甚至開始釋放組織胺，容易引起敏感或者食物中毒。熟食部嘅食物最好係出爐後1到2個鐘內食用。如果擺到深夜特價，買返屋企再加熱，口感唔單止大打折扣，衛生風險更是無法估計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咁係咪夜晚去超市就完全唔可以執平嘢？當然唔係，只要你識得揀，其實定眼睇定啲，仲係有好多安全又划算嘅嘢可以買，例如嗰啲未拆封嘅日用品、密封包裝嘅罐頭、乾貨，或者係乾淨無破損嘅盒裝牛奶同乳酪，只要未過保質期，夜晚特價買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又或者係嗰啲完整無缺、未經切開嘅帶皮蔬菜同水果，即使表面有少少皺，返屋企洗乾淨、削皮食，安全度依然好高。重點係我哋要明白，超市打折嘅邏輯，佢哋係想喺食物徹底變質之前，將損失減到最低。而我哋作為精明嘅香港消費者，執平嘢嘅前提一定係食得安心，唔好為咗慳嗰30幾蚊，最後搞到肚痛要睇醫生，甚至要請病假。咁樣就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得不償失啦。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3個超市夜市特價小秘密，可以幫到大家喺嚟緊嘅日子入面精明消費之餘又食得健康。下次夜晚去超市行街，見到免治肉、切件生果同熟食拼盤貼住特價貼紙嘅時候，記得諗一諗我今日講嘅嘢，冷靜少少，揀啲真正安全又抵買嘅嘢帶返屋企啦。你平時夜晚去超市買特價嘢，有冇試過買到啲奇奇怪怪或者食完拉肚子的伏嘢？